每一天我都有在这个起床的时候，并且在睡觉前，我都有帮这个刘老师做祝福。希望真的赶快好起来。之前 Ken 哥是真的没有想过说直接可能延后档期之类的。延后档期的部分，其实我没有去做过讨论跟考量，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因为你说延期嘛，后面也有其他的，不同的电影会上，那大家可能已经时间上面都安排了。那我们还是觉得在这个时间最适合了，在白色情人节是白色情人节嘛，对啊，跟时间点也有关系，所以我们还是就在这个3月13号，而且我们还是一样嘛，就是。当然，我们要注意这个疫情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正面的乐观的态度。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东西可以就赶快的过去，然后大家可以健健康康的。如果在白色情人节这个时间点，你知道吗？疫情能够更缓和，然后大家也比较愿意出门走一走，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应该都是大家期待的。对，这个先前我们都已经。因为在这个事件大家都还不知道的状况之下，我们其实都已经在尝试做联络啊、沟通这样。但后来因为新荣哥可能因为忙，那也要照顾这个刘宗宇，所以这方面我们比较没有得到太多的资讯。那我后来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依我个人了解新荣哥，我知道他现在比较希望专心，然后跟他是一个意念跟在这个。在精神方面，他有很多的怎么讲？就是实际上面他精神能量是非常强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祝福，可以帮助新荣哥。那我觉得这也是他最想要大家来面对他这件事情的方式，在他身边，所以我就暂时没有去打扰他。每一天我都有。在这个起床的时候，并且在睡觉前，我都有帮这个刘老师做祝福。希望真的赶快好起来。因为新荣哥他常常跟我艺能圈的朋友最常跟我聊到宇宙的力量的就是新荣哥。然后我们常常都会在这个有时候甚至在凌晨2、3点的时候，都还会互通简讯。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意念很强，而且非常善良的。那我希望，我也相信这个力量能够传到刘老师身上，健康带好你的刘老师。欧哥跟天哥是国中同学认识嘛，也是多年好朋友。那刚才你们电影里面所相处就是这个样子嘛？实际生活跟电影里面相处。实际生活面，对，刀哥怎么样？说。我跟小刀因为是国中同学啦，所以我们已经是无话不谈的，然后互相给对方一些好的意见也好，蠢的意见也好，哇，蠢的可以到很蠢，然后有些时候也是促膝长谈，然后聊到早上，我们还有一起从凌晨然后聊天聊到天亮。我们2个做这部电影吵架也吵太多次，吵了上百次了。应该是拍这部片一开始刚开拍的前3天，然后那时候我们2个有在某部分意见上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我很诚恳的去找他谈，我说给我3分钟，我说要不然这样子，依你的方式进行，我就退出这个案子，然后在开拍的第3天吧，然后。他就跟我说没关系，我们都冷静一下。你是不可以退出这个案子，要不然我现在全部我再听听你的意见。哇塞，你丢这个震撼弹出来，这个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一个默契。